本土暴力王黃台仰潛咗水一排，終於蒲頭啦。Hi Ray，how's going？ 哎呀 ，I'm so sorry， 唔記得咗你同美國人傾偈都有煲冬瓜嘅添，應該講小恒，你最近去哪啦？你，今次咪喺金鐘 cover 俾記者影到你同另一個暴力王梁天琦一齊同美國領事館嘅人員自浸，話報道話你哋同美國人疑似用普通話傾偈喎。記者問你搞咩，小恒一句就得埋去，除了中國咩人都會見。你唔好玩啦！阿小恒，查實你知唔知自己講緊咩噶？香港係中國領土一部分喎，香港人都係中國人，咁你又日日見？係喎，梁天琦都係內地出世喎，咁你夠成日見佢啦？傻噶你！仲有啊，黃台仰雖然你口講唔見中國人，但個行為已經好中國啦，用普通話同美國人傾偈，簡直為國爭光啊！嗱，嗰啲唔願學普通話、唔老禮簡體字嘅朋友，睇到未啊？普通話幾有用？查實如果啲美國領事館嘅人好似你哋所講咩都唔肯學，咁又點識同黃台仰、梁天琦傾偈呢？咁係咪閂咗自己後門先？所以話學多樣嘢，睇下你點樣用，幾時用嘅啫，對不對？醒少少啦！